OK live 有人同劍，特登去接備。OK 大好歡喜候鳥是無？是 OK 嚟啊，start 啦，live。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啦，到咗嚟收聽邊啲好嘅嘅節目。當今咧做咗第3禮拜用新嘅 system 做咧，應該是較搞淡薄啦，希望啦嚇。當然會介紹人這禮拜特別嘉賓啦，頭一特別嘉賓咧就是咱嘅老官嘛，咱咪講國培嘛，這禮拜所以特別請咱嘅國培，唔是個咱嘅老官嚟講國培嘅嘢。所以應該點歡迎。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另外一個特別嘅邊呢，到啲 video 嘅，就是個安怎個都把冇嘢。有啦，有啲嘛，你未看到伊啊？Oh, but wait，我冇。我一陣物件歹哦，哈哈，我，看到。แล้วก็個都把咯，แล้วก็冇多啲ที่เป็นSkype 嘅有嘅人咧，冇效應嘅人，就是大粒頭咯，歡迎大粒頭。แล้ว I think 大粒頭有啲冇聲。แล้วก็จะเสียงแต่พี่ว่า聽到呢度頭。แล้วก็ไม่使講歡迎。我做你查某呢，我在做大波聲。Hello。係咯，係咯。嚟咧，唔要緊。特別多少問你直特別講。แล้วก็新椒是新椒嚇，小金湖，小金巴來過啦。唔捌。你唔捌來過啊？你捌讀我頂當時特啲，你頭一擺來啊？到底新正是對着你？新正對着我，你冇去就 show 咩 ？live show 有啦，你咪去過咯。即係你看 recording 冇？係咩 episode 啊？你去？我知你坐到啲我對面啊！放三分鐘啊！你一隻 snack 嘅啊，唔會食 topic 咯。小金鋪 ，OK，so 然後頂住咩？小金鋪我特啲本來嘅時度咪掉都掉誒。所以小金鋪是頭一擺來啦，參人講錄音，特別頂到是，I mean 頭一擺按你看嘅錄音啦，頂到時是特啲係你叫咩咧去錄音嘅嚇，settlement 社會對 settlement 社。當今咧總之一半，我聽到人我緊講是怎啊？是我咩？是最，我唔知我唔最呢。就係我啦，聽到我輕輕咧。哦，แล้วก็這有一做節目，就是那個好屌啊，老韓你。攞佢哋未住啲聲啦。拍攝嘅。係咪是拍攝？冇我走成啦。走成咗未？佢是拍攝。個名走。你當劍，你聲咧sexy嘅，冇每人係見你聲喎。是咯，我破病一禮拜個鏡啦，毒感啊。你當個冇。佢走嚟食行嘅。毒感佢走嚟食行嘅。我哋大伯。哦，第啲大伯。第啲大伯食行啦。哎呀，冇教我講起除咯。你揾咗佢嚟？我驚咯。你講嘢，夠講。我俾佢韓國啊！我俾佢韓國，你。係呢事咧。我暫時諗唔聽過一個 group 叫做 J-Rod Twins 哦。YouTube 誒，嗱，成個 Twins 仔。有陣時咧，唔知咩韓國嘅唱歌啦，我看到話。有我時候看到人去韓國，我時候會去哦。你愛來隨時就是來，唔是？我去大間路啊，唔是大隻貴，唔是咩？我學路啊，我睡。你大。我睡啊！你大舊話就你大舊話，你就俾困頭卡咯。因為我喺房間時食經嘢。唔要緊我困頭卡，唔要緊你咪累嚟啊！會知啊，唔要緊你食困頭卡。冇啦，講爽，特別韓國學得貴哦。
韓國 actually 冇笨機咯，actually 成個日本人都冇笨機咯。日本是貴本啊，安尼咩咧？我去大個路，嗯，我去大個路我請你知，我咁冇學女學路貴學到，我個好樣咯，一半。OK，當今你個轉過下，特陣應該會介紹過嘅，特別嘅邊度我佢去世界嚟講啊，安可能啊，個人哦，冇啊。或者是講自己傾咯，了會每人會講即係話題會講割皮，割皮咧貴嗱你只話題個想到就估就講冇機會唔知住會嚟講嘛，แล้ว當今話如講起㗎學點講起嘅時候，當今會咱起嚟講割皮話題咯，割皮我講到割皮你是想攞人知是係咩啊？人講割皮，你是想到講是割肚皮啊，還是雞皮，還是再講是割咕膠皮啊？人講割皮就是會燒咩嗬？蒜啊，了OK 嚟，咱當然嚟講，學點咱再 start。我唔知，你俾我講。OK，咱講割皮，咱提保證係就是人有割，就是無割，因起手一邊打波。of course 袂使講明講啊。tapi人講想等人真係少有人掛，唔是？有掛有人有本啊，較少啦，百分數。等人較少。等陣我去每個人較少。來到了伊 studies，要看人無割皮嘅是到了啲長線。因為長人佢無安尼濟割皮。韓國你是第一隻你是美國，了韓國你是因為美國影響到誒 ，because Korea 小拍是真係濟美國人，了伊個美國會影響到伊人嘅風俗。所以 OK， 咱割皮咱一人有割，咱講起點名。哎呀，我未記 post slideshow 到啲 Facebook 嘅等陣。人講下點名下字啊？學點去？我冇刮。英國中冇刮，學點你歷史啫？學點我嘅歷史講話緊嘅啊！我是40年冇刮咯。係咯，當然刮嘅嘢。我刮，個次個。John 你冇刮？我冇。或者是唔是係你攞出嚟？係你我 post 啊 Facebook 嘅迄叫，伊就大波40幾歲啊，伊 not supposed to be 去割皮，伊割唔掉，老公做錯。這個是啲英國位，這個是真係風險咯。I tell you 啊，安尼看你如果啊，哎呀唔知啦，唔是。干那一個路棍啊，伊個 system 個了唔知安尼無咯用啊。伊接去路棍now要做 cystoscopy 是用下 pipe 落去落去攔要看落那邊落去水石道啊，落去要看那邊落去石道誒。特別伊唔知安怎 confuse 起來上了 confuse 上講是伊割皮，所以割一皮喎。哎呦！我車起來時，哇！咪說我你割歪爛，你唔就輸哦，愛輸無，唔知輸無安怎，個是安怎？對啊，對哦，但是好怕你太陽腦殼。做呢看你咪更開，哎呦，最尾接下你路棍腦。OK，所以那個都OK，咁個就只有蕭劍虎咧，冇刮，蕭劍虎冇刮 ，OK， 有一隻，8:20，冇咁咪就 OK。Anyway，sorry 到嘅一個 message 話，so OK，所以咱當今 majority 冇刮咯，咁了讀了馬路刮誒好點的咯。Excuse me。哦，我未見過個都發。Ketupat lu leh? Kaki kuat ai ko. Hah? Kaki kuat ai. Oh my god. 刮了啦。刮了，你幾歲時刮？
你細時17、18，17、18冇啦，家己去過嘅。了確定小個妹咯，then 我是 curious 我要知咧，就是校長做咩事40歲啊，個要去過咧。OK，我接落嚟有想要過。細漢，我唔捌想過咋，我接落嚟唔捌想過咋。特別咧嗬，因為大漢咧，我看垃圾戲咯。然後我看垃圾戲嘅時候，我就奇怪，做咩事我甲別人唔像嘅咋？我甲佢唔像嘅咋？所以因為伊形是唔像都是嘅咋。係啦，我佢有時候佢袂曉，你就講馬來亞嘅定人啊，佢唔是講安尼 open 住佢啊，去假者唔假甲人講，咪咧會歹勢嘛，對唔對？所以我一路咧無去甲朋友講嘅物件，我雖然講我無人去 discuss 啊，對，我讀裝嘟嘅嘛，所以我唔假者唔假去甲人講，你會歹勢嘛，對唔對？特別當然唔會歹勢啊，當然。我一路來想講啊，按照講，我一路想講是大人有可能是無相款嘅，特別我後尾我注意到講，我嘅無相家樣，我家樣嘅無相是真正大嘅分別嘅啫，因為伊頭嘅係完全是無相嘅啫，係啦，樣看會到嘅物件，我是看袂到嘅啫，所以我從來唔捌感覺講是一個問題嘅啫，我從來唔捌 feel 到講是一個 problem 啫，所以對，我朋友甲我講唔是我朋友甲我講，是我出嚟曉幾暗咧，甲我白曉嘅人啦 ，OK， 我出嚟曉啊，去甲人親啊，但去甲人親過去甲人親嘅點時咧，甲我親嘅人咧，伊就問我講，做女未開嘅，伊問我咗，我講開嘅物件，開花，女安怎女未開喎？按照你啲眼就嘅未開到這，伊完全是看袂到，伊應該看嘅物件嚟咗。我明白。所以係種時我正去比較啦，我講按照你會開，然後我係未開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所以各位，你就直笑掉啊，還是？我直接笑掉咯，我就想到講你會感覺到你家己無像咯？我感覺我家己無像，特別你就講。吹你唔記覺得冇問題，就講你拍照成本冇問題咋，因為你關係，因為我關係，人哋看啲 pattern 啊嘛，所以一日咧冇講關係問題咋。特別咧，有一個真好笑嘅物件，我甲朋友講笑點聲，你成日講，得人出嚟，我講一個有一個字網叫做顏色，你知咩意思啊？唔知。轉啲邊位？轉啲邊？轉下面啲邊，轉下面啲邊，轉下面 Gio 啊！哎呀，冇，即刻轉出啲人嘅邊位啦，你成日講 facial 係成啲邊位，facial，你是講做小啦，對，小啦。所以你看有陣時你看垃圾戲啊，嗰時有人會講起啊，講有個人會縮夾成啲嘅邊位，有個人會縮夾可能成啲伊嘅邊位，有人哋看到一個 fetish 嘛，有個人，所以我就想到一個問題，點解我就想到一個真大問題是我是別成啲人嘅邊位所，係咪意思撈出來，你啲皮炸掉？因為我是撈出來，我唔是我轉出來，所以我就想。特別你被拖 ，because 隻眼是你皮拖未落，拖未開，完全拖未落。特別淡薄本味咩？淡薄本味啊？淡薄本味。所以你眼啊，你頭，你 OK， 完全眼包甲白白嘅。完全眼一包甲白白嘅。係咯，呢我啲時候咧，我見你40歲啊嘛。我見你40歲啊嘛，只 cough drop 喎，都 cough drop 喎。睇下先。你只 cough drop，冇你講話，你個會 irritate 到你嘅咬。好像是幾時過嚟？好像冇你個過咯，成日40歲講。我啲時候咧，我見你40歲啊嘛，我見你40歲，我就會仲會做架氣小嘅嘢，咁我家己一個 birthday present 咯，係咯，我當然唔會計錢嘅咋，你佢哋好。都好啦，我去回叫嘅錢都可是各類40萬咗就，
我話嘟好咯，40萬，40萬是40韓國，你是幾多㗎？ 40萬就是400塊美金。喲貴哦！嚇，真貴咩？貴本我想割配就簡單嘅。特別我你做就嗰個貴過，特別一間是40萬是真正普通咧，因為我就特間較好似差唔多呢價錢嘅，OK，所以而且我就歹勢，我就我哋你大漢一個去梅下，你是講歹勢？老安哥咧走去梅迄物件啊！哦，伊是老官嚟嘛，老官無管都幾歲，你會老官嚟嘛？對，特別我明白，你只韓國貴喙就對啦，你就安尼看到物件。你佢講我實會掛寶貝啦，我講OK 啊，你感覺有肯定輸啊，伊為到啲話就，我如何我就講我有肯定輸又無咯，所以伊咪叫我可以看咯，我可以看，特別我可以看咁些事，我可以看咁些事，女嘢咁些咯，你看女嘢咁些咧，你講 OK 啊，你講冇問題啊，伊講你真正長啊，我你配真正。長，伊比平常時看到 average 更加長咗，所以講你真正快嚴重嘅一個 case 嚟，你會配真正長。咯，若是講伊為到對我就講，若是講你歡喜嘅點聲是無包掉，伊為我咯，然後講我翕小影，伊暗笑嗰時候，我被制咧，被 consult 以後，我就想咗我特別翕好小影嘅咯。做我伊嘅陣時候，我本翕相影咯，我翕看啦，一直看相影呢，看無個字表，我哋講你特別掛，如果我唔會做咩事咯，如果第一，你是包家真正白是種嘅，就是講你運咗你頭部出嚟嘅，所以裏邊有可能啦，當今你有可能會 feel 到啦，伊有可能伊有直條垃圾嘅物件嚟，所以可能是我唔，伊講有可能你無 feel 到無判白無安怎，特別。伊有可能咧，嗬，真正當50-50啦，伊直條垃圾嘅物件喺裏邊嘅，所以無嘅。嗰陣時講，按你款嘅話，你有可能咧，當你40歲，你去到50幾歲，陣時有可能你老嘅點先啦，你會條 cancer。出事哦，會出事。然後第三點就是講，你無有可能本會破病，因為腦嘅關係，所以會破病。哦。因為腦無清氣嘛，所以你無本會受影響。本會掉 eargerms 啦。UTI 啦，UTI 伊講啊。UTI 係咩？Urine tract infection。對。你特別你聽到咧時候，你 consult， 所以你接落來冇想掉，你想掉啦，特別即 opportunity 來時，你講你是嚇死你個正式去甲老公尋上就頭一刀啦。你冇每人割掉啊，你冇拍掉咪割掉。英國將就是我係第二個老官嚟咯，唔是我第二個老，是我頭一個 consult 嘅老官就是英國將咯。你英國將講咩？英國將自己講。英國將就講係冇需要。英國將講咯。你可以講咩？我會聽伊入邊嘅。特別我呢都冇好我看伊小英，我冇看到，後面伊講佢唔定，伊講佢唔定。特別我咪講啊，你講你聽頭先啊，第一甲第二點是對，第三點你無啥物對。是講甲伊partner嘅精神病誒。無你去睇伊你講嘅 check 咗了，你別吹彈蝦米會 case 啊，有一個查某條病。伊個大波人伊個大波人會爛，伊個皮冚掉起來，你別吹彈一個本，你別吹彈一個準嘅 case，準嘅。特別你係你做係你是無啥物準，特別伊第一點個第二點是我未記啊嘛，第二點係咩事啊？你特別知本，爛嘅 cancer 病。真少被吹，差不多something。所以把神傻仔嘅啦，是講把神傻仔。辦啦，一個是辦2萬3萬，你看。
一兩班啦，攞三班人裏面掉一個。掉一個。你攞三班人嚟掉一個，對我嘅經驗呢，你係陸軍啊，那是叫陸國，還是唔叫陸國？是看伊個陸軍嘅看法，了伊個陸軍嘅看法呢，是較濟是看伊個陸軍家己有國還是無國。你是我是對家己嘅，你是我對，較濟啊！我講我較濟陸軍啊，大埔陸軍啊，伊人有誒講做要國，較清氣，國較好。國較袂破病，國較查某較暑假，了個人啊，每人，你國無國，較濟啲人國誒。了你講我較你講，免國啦，後面說你要國，你若是有平你甲國，你每人你有國無？伊講無我無國，是意思。你都要看伊個陸軍嘅家己嘅看法，本 influence。到底美國是另外，美國呢，伊人 baby 嘅時出世嘅時，人快要刮了，因為伊趁個計類呢。了啲美國有 option 嘅，有 option 嘅。了即係講呢是baru 過 World War II 嘅時，伊人較做呢款嘅物件。未我都係我捌你知啦，我捌真係較大部人啲美國，較濟人無法誒，伊人若是出世成個30幾年啊，40幾年，1930幾年，40幾年，伊人較無刮掉誒，有人50幾年、60幾年較加呢，伊人加了就刮掉了。唔是 religion 嘅事啊，唔是 religion，伊是計類，伊個 baby 出世時，伊個陸軍快就講個伊個媽家爹啦，你 baby 都愛刮無？你講有片嘅嘛，有放片嘅嘛，伊 check mark 還是無 check mark 嘛？愛 circumcise。講刮較好，刮較清氣，你個大部囡仔大漢嘅時，較是嚇，較好是較英國。了，睇下你做 baby 刮時，真正硬，伊無感覺下面，人哋本聽啦，伊 baby 人做 studies 看到，伊 baby 本真正聽本，所以伊有我讀到，伊有 long term effect，特別下你點解人就唔知咯？未記啊嘛，你未記啊？何 baby 刮較硬，你等夠嘅伊大漢嘅時較艱苦，所以人 OK 啦，人個嘅。伊人計類淡薄啦，快就計類啫，真正硬嘆咯。所以特別睇Apple Care Plus，睇到啲美國伊人嘅 attitude 較無相了，睇到因為有真正濟大部人對佢輸伊人嘅古早嘅陸軍佬。伊人講我無互你consent，我無講互你consent去國外人。So 有真正 class action suit 了 class action suit 去輸人。Now the medical activity 你要講敢若陸軍嘅理由啊，要刮會啊，敢若有內理由呢。敢若內要就要刮啦，你是講陸軍。就多要刮，你若是無刮，你害伊個大部人真正大嘅物件，攞嘅看法呀，攞要呀。頭先上個後條嘅問題 ，phimosis 一小眼，淡薄開本病，淡薄開本，本是淡薄開本是真正風險。你本是會講啊，淡薄開啊，靠較風險個未開咗一個，係咪數？你歡喜嘅時，伊若是空小眼，你若是做佢嘅爛頭出來嘅空，了你歡喜嘅時小頂伊未到對，你會做一條眼，了伊會
嚇，成個塑料處理掉，所以你是叫 paraphimosis，你是你白發了，你都被刮嘅，你都被刮一倍，你是第頭食。第內是一種infection，一種 infection 真正解嘅，你係你抹蝦米藥，你食蝦米藥，你唔白好事嘅，伊有一個長嘅名，Balanitis xerotica ad obliterans，伊是一種皮嘅，一種嘅皮嘅病。你若是就咧，你都被刮，你若是無刮，伊皮滴按，每來你上起來，未幫助哦 ，OK。每來你未幫，伊會坑你 ，because 伊是 inflammation，伊是一款嘅infection，真正嚴，你食蝦米藥本未好事，你抹蝦米藥本未。Infection is by bacteria infection. It's a combination of 一種嘅 eczema 加 infection。แล้ว真正解，แล้ว小按了你未幫助就個，未來未幫助就個，所以係你都被刮。แล้ว或者你內裏有你個會加一個第三理由，係 religion。religion 你被 compromise 嘅。人哋看你，所以你是會教，還是你接要睇，你都被刮了。係你是紅色嘅 religion 嘅理由，即係你被講法行，所以你三行呢，你都被刮。三行裏面啊。到白你有啲人講你較天氣啦，較蝦米啦，蝦米鬼啦，查某較出格啦，係你隔了時，你會講單講晒嘅，唔是啲做咩做嘅。你我話估嚟啊，話估。Yes，morning。你若是看你嘅皮啊，爛皮。你爛嘅皮，你看冚起來，你係爛頭。即平時，你係第時，即平時冚起來嘅爛頭時，你掉一時，一開起來嘛 ，because 一時內炎咧，你掉一時，一開起來 ，OK， 開起來，然後即平時開起來，係咯。這是一餅啦，我做一餅啊，你看啦，你係爛頭，你係皮。一成間隻 game。是諾言，伊是諾言，這就是諾言。伊 roll 然後呢，然後伊 roll。就伊是飛起來呢，飛起來是外邊。安尼好，看安尼好。我答案呢有伊個皮會掉落嘅時，伊人伊個是定嘅時，伊掉較落咯。伊會。所以你做愛嘅時，你那邊都係唔再住住嘅坑啦。你出嘅時，你那邊坑嘅時，你有即平時呢啲嘢皮有轉咗隻 nerve ending，轉咗隻 nerve ending，แล้วอี nerve endings 本是deep pressure 嘅 nerve endings。deep pressure 是 nerve ending 係咩意思？我冇想。deep pressure 呢 ending 唔是 fine touch deep pressure 唔是 fine touch 有兩種嘅 sensory nerve ending 有真係四種嘅 nerve ending 特別我是講內嘅啦有一個是 fine touch 有一個是 deep pressure 伊人有真係 deep pressure 嘅 nerve ending 我唔明白 deep pressure 係咩你使解釋我聽 deep pressure 嘅按照個 B 嘅把你我咪冇想伊冇緊嘅要特別伊較屬較重嘅辣，特別所你是像你使講白啦，身軀把你會冇上嘅 nerve ending，上個人嘅爛膠嗰邊嘅 nerve ending。把你會冇上，把你是 specialize。OK，所以個爛膠嗰邊會。你若是刮一皮走了，你就冇喺你 nerve ending 上。你敢若用你嘅頭嘅 nerve ending 先。老師講到啲一皮嘅位有冇上嘅一種嘅 nerve ending，到啲皮嘅位。Correct。I see，明白。So，人每人講啲不，每冇唔是，
每後點咪是在咯，要聽馬路嘅最近馬路聽 compare 看比。過掛甲過是伊個 nerve ending 嘅無相嘅 sensation 啊。真正無相咯。OK，嚟你嚟形容者。哎呀，愛形容啊！愛食個要死啊，同佢我邊嘅硬啊！形容，當冇人看到你啦，咪緊嚟講。我冇叫你介紹，我冇叫你 live YouTube。當劍老實講啦，是較無方便咯。我較無方便咯，一個人家己歡喜，就唔是安尼，較無方便咯。特別我喂講，你當劍，sorry 就你是幾時做禮拜就幾日啊？幾個節啊？哇，幾個節 ，OK，嚟，繼續講啲，你講所謂在 context。你有話啥無成個講成個，我就是講無你個講，我係只是幾哪幾個節兩個節無唔敢當我個個啊。未咯 ，OK， 我頭一個我係講4個禮拜告訴我聽啦，叫做一個節啊嘛 ，OK， 由頭講起啦嗬，咁別人亂，我去掛嘅東西咧嗬，這是真係緊張嘅啦，因為嗬，第一記得一步是掛起了，就冇了咯，掛起就冇嘢係嘛。都冇嘢就冇嘢咯，係咯，我估搞咗，我估協就至少應該自己看啦，講紀念。誒，等陣我 pause，後點 pause？我本每盧家落嚟曉人啊，實在就誒個點就是，伊人做手術嚇，你開刀刮，你會使成講你配眼，你會使刮，你特別刮了起嘅了，你袂成講。做 something 可以較靈氣味嗬。伊袂想講伊個靈氣啊免刮掉去，你愛刮就是一按就是就刮掉。你想稱 A 咩 ？expand 呢個無如何？稱 A， 無啦稱杯。哎呦！我想稱杯，你咪使刮一杯，想一抓咧一粒開，好似擦長衫嘅，人嘅卡邊就冇係開起來開邊，哎呦呢，你成個燈嚟開起來破起來喲，應該點咩啊？冇幫人做你看呢 ，because 你刮了，伊配就你就做scarring 啦，伊無相了，伊無好了，冇幫人做你看呢，冇幫人做成個伊 plastic surgeon 本無做你看呢咁快 ，because 我想伊 foreskin 啊無蝦米，伊未好事啊，就是了啦，伊未好事，你未 alter，你未 cut， 你未成個 trim 伊，你看你未做你看。你干那會刮走，還是你放嘅？哦 ，OK， 明白。Sorry， 老接唔去講後點。OK，is that 毛菇嚟啊 ！Sorry， 毛菇嚟啊。Hello。毛菇是聲，毛菇啊！你紅是聲嚇。啊是咩？你瞄看下，你瞄看下。喲，頭嘢。你瞄看，咩啊？我就講啦嘛，我最紅線啊。當佢 mute 啦嚇，當佢 mute 啦。OK，你有講嘅時會記開啊，後毛菇。OK，แล้ว接去講。OK，so 一定要拍麻將嘅啫。係啦，拍麻將你就正紅冚嘅啫。因為我哋困啲面出會，冇情況，係咧佢要提位我。OK，伊冇提嘅了，伊提腰緊嘅保衛。誒摸停鐵條，較硬刮嘛，對唔對？所以要做咧工課啊，要拍麻將，響嘅麻將就拍咧嗬，我係日驚咯。如果唔就講拍咧佢後白頭會安怎，然後就驚會影響到裏邊啲有啥物嘢死去啊，還是伊啊嘢nerve 咧，係真係冇。對啦，係咧，你冇尷尬係咧。especially 講，伊唔是係 epidural 啊，伊係 local anesthesia 啊。local 伊係 local 嘅。哎呀！我係local 嘅。但係咱本妹我先問題咗，我朋友個咱妹我先問題，伊講伊唔是貴身故嘅咩？伊今日學 local 嘅咩？我講，係 local。半線。我係 local 嘅，冇我唔是半線，我係 local 嘅，今日 local 嘅。所以我唔知是唔是
因為過一樣嘅 technology 較好啦，我未曉啦，因為過一就夠做喺面嘅嘛，所以一定做 local，嗰啲就夠國配啊。我啦 surgical 啊，哦，是下對 plastic plastic surgery 嘛，對。咁就夠你睇呢面嘅嘛，所以我咧伊做你拍麻將啦，佢有啦，一發怪咁先嗬。你拉沙掉啊？要你拉沙掉聽啊？拉沙掉，你冇計講。你唔是講聽㗎，你咪講嘅，你是 feel 就講有針嘅度。Oh my god！我姑姑走叫起啊，sorry。伊有多掛路嘅 feeling。大家講可困嘅影啊，可困嘅影啊。我同你講，我佢哋看袂到咗，你就說，因為我困啲頭殼，我困啲面前位嘛，我困啲面前位，伊是啲我嘅心肝頭前啦，要揸一個青色嘅布，揸布，所以我心肝頭落去嘅隔了嘅所在咧，我是看袂到嘅，我困啲面前位嘛，係咯，攞嚟落嗰啲嚟做咗，伊講係咯，要教我解釋本嚟就，伊講嗬，我咧是負責。要驗掉伊嘅，係咯，另外一個咧是去掛伊嘅，所以我是攞嚟諗白病做工嘅，所以攞嚟咪做，我哋上百物件就，因為我攞機，我講我機，我上咗百物件，迄點聲都好啦，第二日3月2號咧，我是唔是嚟 show 嘅就，我是 MC 嘅，所以我佢哋面前，我自己上咗個名就會講嗰樣嘢咯，我哋啲背我嚟咯，我哋 distract 下佢咯。咯，當撚啲怪咁時候，我衰唔衰啦？人講我唔知講面，其實我冇注意咗，我今日聽到隻故就係講呀，嘢我都嘅，因為我講伊講，誒，即係同佢是變咗啊？有，伊講隻故話哦，伊講隻故話是我度赤嘅，我未講佢，我度赤嘅就冇講我得嘅咯。我咪講係咪數咧？嗬！你講冇，我哪能講白面嘅？我哪能成晚就咁都冇關係。我係見之後，你唔係我見之後，你唔係點解面前去講喺面嘅咯？佢係細得坤啊，佢係 careless。誒，是當佢是變咗，一講隻句話咯。但係冇數 ，actually 是冇數，真係是冇數嘅。It's just 又唔使講係咪？因做小姐，還是因講白行面嘅，完全冇關係嘅，你會開多嘅。我做了啦，咩咧？唔是樂觀咧。係咯，做了嘅時候，而且我是真正艱苦咗，係屌，一掛了佢後啦，我係拿晒條啥零幾幾嘅 feeling 咗。零咧。零嘅咯，因為佢冇嘢喺度，我唔制度，我佢所以點解咁樣？你唔捌 Q， 你唔捌配，唔捌開過，叔叔你話啥？風吹到零咧。伊actually冇講真正長嘅點寫本啊，我個8日至9日前啊，一季嘅 operation 都搞掂啦，就都好時間啦就。你有睇看到你嘅配啊？你看未到，伊冇好我看，我冇講拜拜啊。冇講講，我驚講，我驚講，你成個多仔咩？笑起嚟。是咯，我驚講我看到啦，我係記你咋？你係記你成日講會咧，咪叫你記你。我唔知嘅，我同你講，我一包好時候話咧，一包咧佢斬咁驚一包掉咗，就講一條拖掉伊啦。包了加隻眼咗，所以佢哋是胖佢哋物件咗。我頭先看住家己嘅人腳成嚟講嘅，所以胖喺度包掉咯。你都行落剛剛哦。剛剛，特別我行我同你講，我起來點先啊？呢邊真是硬嘅咗。哎呦，會㗎了，會追。呢是會㗎了咗，我喺卡嘴邊嗰度是會㗎了咗。一流。是我冇。掉一樓個佢，我卡邊不掉。特別你講你拉薩特別淺，特別冇拉薩呢？掉冇拉薩。Actually，阿拉老公講真正常嘅，即係有時會更貴嘅。因為我一個一掛電，我係見啊，我係 nerve 嚟嘛。講就係會這是真正常嘅。咁我迄陣時我 already 啊規身軀，我規個人啊。徛掉啊！我未做半行嗰度，因為我愛攰又唔是，愛叮當又唔是，我唔知佢做咩啫。所以講
伊講是真正常嘅，當日我教你切，你徛穩穩，你教我切個前期個了咯，伊甲我講，你應該是要去幫助咧，伊講這是真正常嘅，你應該是要去幫助嘅，特別你嗬，你有可能徛佇曬湯頭前咧，就是未出嘅，對，你會知講你愛幫助，特別你未 control 你就未出過嘅，伊講真正常嘅，所以你去邊就係因為去幫，幫咗幾後。伊講放了幾後，你就出來了幾後，你咪你快出來個，你徛條等30秒。又伊講顧可能要第二步個誒。你真放無聊啊呐！又伊講當今條，伊講當今你誒迄邊無關係啊，就是講有一個新嘅一個 process。sensation 無相去到這裡啊。對，伊 sensation 無相嘅，所以講你當今 feel 到嘅物件咧，嗬，你即講你當今我 feel 到社會幫助，actually 唔是嘅。你 feel 就講，你買幫助，actually 是有可能是嘅，就是講當今你嗰邊是有淡薄 confuse 嘅就，因為 sensation 無相啦。呢部查到 cathedral 咩？係唔見啦？你拍掉係咯，冇啦 cathedral 冇啦，冇啦。依間嘢用布，你叫咩啊？你布叫咩啊？紗布。係你刷布咁包起來就得。我唔見咧，嗱佢有 sticky 嘅八本嘅啦。有尖，有天尖哦嚇。有天尖，我甲你講，天尖迄邊嘅嗬是第驚人咧咩事？Because 伊天尖聲咧嗬，你成日是有紅葉架咯，一格，加規個 round 咯，因為伊就會天起來嘛。所以伊天點是伊尖拄這個是你是知，你未聽，但係你知講有隻拄你把裏邊個。喲，但毛毛咕嚕嘢，你話實在你冇咩毛毛咕嚕掛事？未記冇咩會記啊啦。你10幾歲啊嘛，你10歲啊嘛。10幾歲啊啦嚇，就10歲啊，未記啊，實在講聽啦，了情話啦，愛更啊你看到。我冇咯，我冇情話咯，我就情到對冇情話。我就做緊。你 fresh skin 無掉啲你地殼位咩？你偷地殼是被拖啫啊！就是冇，伊個 fresh skin 無掉，一個用你刷布包掉嘛。哦。是 only 我感覺到硬固嘅所在是迄個頭，迄個頭咧40年以來，伊唔出來過嘅。伊是頭走出來咗，就是講伊唔係都個 foreign object 嘅咋。哦，乜當佢掉？都個 foreign object 嘅，所以伊頭一刀當到裏邊個嘅東西。哇！真係聽，真係 sensitive。真係哇！你當然講啊，喂，咕咕走走出嚟咬入面啊！咪水。叫起啊，叫個起頂面去。我係 feel 到，我真係 because 我真係我無掛陪人，我真係，但是講我係 expose 你蘭州頭嘅時候。你就是當到啥大啦，還是波咩是，真真慘咩？唔是講甜嘅，真慘嘅甜。你總是做到跳啫，你肯定係甜。對，但是你去動嘅啫，你就動啦，你佢哋兩個做嘅咯。哈。動嘅你佢哋，我是頭一刀用隻呢個動嘅咯，我哋就係見咧頭一刀用隻呢個動，哇！蟹咯，佢哋講，伊唔是種歡喜嘅蟹咗，伊是種做赤雞嘅蟹。頭先我當佢嘅人妖咯，就係咯，係咯。我同你講邊度，我好衰唔衰直接呢下，我應該學家己幫嘅咧，就我個冇咗。我三個一號嘅直接咧是拜過嚟，係咯，是 Korea public holiday，係咯，是咩咧？嗬，往你 Malaysia embassy，因為我是你 Malaysian Association 嘅 president 嘛。So，你 embassy 有一個 function 嘅時候，我 ambassador 請我就嘅咋，我搬起嗰陣，對，我搬走起嗰陣，然後起了嗬，我下車包嗱偷嘢褲嗰陣時嗬，有一個朋友都看到我啦，伊講你做事都破病咗，係咯，呢個時候我較識嘅咋，我去掛包杯，面車嘅就，你講你好講覺得當機機掛，呀。當見家己掛，你講做乜事都俾我爸佢咧？你問我做乜事，我講我就嚟真等咯，所以唔係我一時還拿嚟。係咯，
伊咧是，伊講伊真細漢就是國戲啊，所以伊仲要伊無拉沙咧就，所以講因為我一直在 curious，所以因為我講係咯，同幾人做，你講我頭一抖可以抖出嚟，係咯，我前入面看點先，伊咧伊部包掉所在唔是頭嘛，伊是包掉佢哋條箱所在嘅嘛，佢一抖出嚟咧佢又喺裏面看。一動到你啊！我就佢哋喺度做，跳的，你一動咗我就做得，伊就嚇，你成個時你放了肉過後，你就叫起來，就是你伊種嘅做的喏。跳的，係呐。嚇會跳者呢個，所以一隻接我知我對你人成個隻感覺 describe 係一種嘅 sensation 就是成個你伊成個接一接骨接筋咧，可能有會好伊會感覺，時候你規天骨碎聽者，是聽咗嗰陣碎跳者，可能感覺。我冇理解喎。係咧，是問題就，因為我馬路開多嘛，所以也正常嘅啦。第一大問題是咩就？我唔就講是白豆是人哋款了，就是講白豆不是。哦嚇。ever 是人哋款嘅話。嚇，對，你有冇介紹你聽咩 ？before 你開多時。但係伊有講無講，我無問咧這面，我伊有講無講，伊無解釋個眼咧清楚住嘅啦，我無問嘛。係咯，之前講哇，恁白豆，講人哋款嘅話咧嗬，恁愛歡喜嘅就成日就艱苦咯，嗰啲事。我講話頭點。actually 唔是英文咧，唔是學英文咧。你頭先你嘅爛頭，那是關是冚起來時，你頭先開時，對啦，伊個 sensitive，然後你看伊皮本真只硬，本真只骨。對，幾耐年過時啊，幾耐年過後，伊下伊較惡，然後伊較粗，伊無誒。然後咧點先時？當咗波，當咗大啦，當咗阿咪，無數刷本無蝦米數了誒，刷有啦，刷有啦，依個冇 any sensitive 啦。然後當劍少 sensitive 噶啦，好點？無頭一個禮拜就 sensitive 咯，頭一個禮拜我只頭一個禮拜就咁講嘅，係咯你嗬，係咯我有時候就加吉利嘅問題，唔是加吉利啦，加派斯嘅問題啦，就是總之一時爆掉咯，白掉嘅嘛，白掉硬嘅嘛，係咯我教我 best friend 講啊，我 best friend 講話嚇，你仲見到食唔見你點成就好啊？係咯，我講你講咩？你唔係我講，你同佢食見你話咪慘咯？嚇！我講我點解未見咯？我就驚都冇得見。我只驚聽是，我只驚聽我流血咧，可能我無啊叫個咯，就講我叫起鬧而路。我講伊唔是叫咯，你頭一個禮拜兩聲，你根本無愛去笑你物件。你笑到本未啊？你可能看到你愛見嘅物件本未流暖時。對，流暖我根本無愛笑喺你物件本上，所以頭一個完全無愛去笑喺你物件，所以頭一個禮拜是無嘢嘅咗。因為我心根本無想要去笑喺你物件咗，我今日啲緊張就講，哎呀接落嚟唔知俾人做啊，白刀人做啊，當劍情況點解半行課咗，所以完全無想到咯。OK，係啦，接落嚟咧，我攞三日去學消毒一道，所以頭一個禮拜咧，伊甲我消毒。一個禮拜過後呢，伊就甲我偷步偷線㗎了就。一個禮拜做我啲筆咧就。即係3頭過後咧，講你係偷線咧，所以我記得我頭一個禮拜是未使死嘅就。哦。所以我可能一個 advice 啦，但是嗰時注意啦，成日話你講啲硬嗰啲回事啦，走去掛話你嗬。我 advice 是，你對啲冷天嘅點先掛。因為你掛了嗬，你無變得臭粗，根本就係臭粗。你 even 都爭嘅點先，你無世界就正氣，本嚟講緊固嘅，因為無流掛嘛，冷天咁樣。所以我頭先我無爭嘅咗，我今日照先估咗咗，因為別使當到主意，就講當到主意嘅話，你學到唔知識嚇暖，跟住發紅啊，一道啲嘢。喲，我頭先你話嗰個驚。就頭一個禮拜就係咧，我講啊，100條嘛，100條眼咯，所以眼咧，我頭前啊嗬，我哋啲感覺到家己啊嗬，伊是唔是即係眼咧？
伊頭前迄頭位啦，真大粒喎。我唔知講伊拍上眼了，伊血嚟燙，係咯上眼了，變咗伊血咁樣經啲頭前位啊，唔知是唔是這個問題啦？我就看到有我聽啊，我問潮你啦，我俾聽。你係咪等落去，我俾聽，我當叫我規支卡，隻水隻女啊嘛，我當未見咯。真啲頭嘅位，啲頭嘅位真是惡青咯。because 伊刮掉伊嘛，伊結血掉。伊會經啲病啊，แล้ว迄個咧吼，唔是動了 sensation 無相咯，迄個動了就有一天啊。伊實隻 bruise 呢可能聽啦，我聽咯，對，我聽咯。你規日頭個咧，我聽個咧，還是一笪呢？我哋見象嗰度講，其實你從小掛到人古仔嘅成本啊，講係咪伊 nerve 伊神經啊，係咯排嘢啊，幾條落去，白得未用幾條落去，我哋見象嗰度，所以伊叫我講拜二去看老官嘅，拜二去可以 check 啊，我直頭禮拜我就過去啊，我直頭講我見嘢時候 check 啫，因為一頭就我哋冇惡車，啊你老官看啦，佢講冇啦，你。真正常嘅，講，但係人本身嚟講呢，你講啲血經醫病嘅，而且真耐子佢拗，我頭部頭線啦，覺得哇，你線部咧佢拗，呢對無數啦誒，所以咪嘗試住咯。因為喺一個禮拜咧嗬，我是完全冇研究咗，所以變咗講嗬，伊到底伊會硬未硬，我都唔知咗。所以喺一個禮拜咧，我就按過去咯。一個禮拜過啦佢拗，第二個禮拜一頭部咯。OK， 一頭部咧嗬，佢比較緊。一頭咧佢後，我就 start 有 function 咧就。一頭咧佢後咧嗬，你會看到一個線，天尖嘅位，天尖嘅位咗。因為你睇伊安怎咯，伊天尖佢後咧，伊線條嘅所在啊，伊唔是規條線挑掉嘢咗，因為伊規條線挑掉，你聽到你講啊，我嚟講，所以伊安怎做咧？對，伊間就加呢，就是講佢哋線所在滴加十幾個所在加。你線固定佢就，你線固定佢就。你是家己搖嘅遐線。伊可以家己搖嘅，所以伊線，伊就是講佢哋甜嘅所在，伊加咯，直接加咗一個所在去啊，加咗你迄個線固定嘅，就是講伊線是本一隻佢調到你包位嘅咯，因為伊袂使挑條線起來，伊挑條線。對，會真正甜誒，所以我家己有抾到嘛，我抾到咧我甜。哎呦，咪看女，哎呦！我靠個女，我靠而家隻女，我當未騎啦。我係就我係雜嘢，伊講嗬，你這是正常嘅。伊講你照雜嘢，照洗，特別唔係轉水轉上香嘅啦，用水清水洗伊啊。伊隻雜嘢shower冇問題，正常咧。伊講你線咧，你咪去當伊，伊佢係佢哋冇嘢，伊家己冇嘢嘅，所以。我咪照做咯，即係第二禮拜告訴我咯，第二禮拜就是較線，我線嘅告訴咯，我線，伊慢慢線咯，慢慢補咯。OK，第三個禮拜是第一間開咁時啦，因為嗰啲 function 都係啦，就是講，我就是講，起曉啦就，第三禮拜起我有自理啊嘛。哇！對，我係起曉嗰度，所以變咗嗬，我特早起起嚟就唔知啊，只白近講嗰度。哦，你早起嘅，唔係 morning wood 嚟啊。要 morning wood 你就唔使真正近講嗰度，因為嗬，因為伊經咧嗬，伊無啥故，伊是會甜嗰度，因為伊經嘅上大啦，伊會甜嗰度，所以我特早起也未幫助正嘅嗬，是伊經起來就唔知，我是真近講嗰度，所以我特別。潮伊係咯，我即係我困嘅陣時，我平常時我困嘅時候，我情裏邊開啦，所以喺一個禮拜咧，我情裏邊開咯。即係我其實情起你，就是講零嘅時候，你 boxer 你零嘅。我自來咧嗰陣時啲厝裏邊是情裏邊講固定嗰咋，我冇情講零嘅 boxer 嘅，所以喺一個禮拜我情零嘅 boxer，係咯，你話呢度誒嘢啦嘛，嗰時。
我歡喜嘅時候，我有一部我歡喜嘅時候，因為我歡喜是應該飛嚟講，呢啲古仔個大嗰種，我唔知是唔是一個 sensitive 啦，我唔知是唔是一個 sensitive，呢啲古仔個大，因為呢頭是攰得出來嘅咗。哦哈哈哈。我冇陪冇 restriction 嘅，就完全冇喺裏面嘅㗎啦，而家古仔我陪爆掉、硬索掉嘛，所以當然冇陪啦，所以我攰啦磨個頭喎，是讀個嘢俾佢，所以actually我知我上到節點咧，我是講歡喜嘅，就actually 是講歡喜嘅。哦，你上個白人嘅啊，我知道。上個白人嘅啦，因為呢個就算是冇上市。但係英國對我講嘅嘛，當劍是硬最硬食水水頭前，係啦，我下底為了學 original 為冇當掉嘅為咧是chocolate 食嘅嘛，所以當劍是有內行食嘅。哦，內鹽。所以當劍內鹽真係明顯。成個菜鹽嗰陣，對面係係椰漿嘅白咧，下底是硬嘅，高盞龜。แล้วแล้วรู้ตองกิมโอเคว่าไงช้อนแล้วไม่ใช่รู้我同你講，第三禮拜第咁講嘅時候，你個唔知你應該是未 experience 到嘅，是我家姐嘅40歲一個老阿大婆咧嘅 experience 到嘅，所以。但是講是真正少年做囡仔 baby， 假使你囡仔係點聲怪話咧嗬，你應該冇 experience 就我第三個禮拜 experience 嘅物件，因為我第三個禮拜 experience 因為我是一個正正常嘅唔做嘅大幫嚟，所以我會見咯 ，OK， 我會愛拍照情咯，我有需要咯，特別我講第三個禮拜咧嗬，我是拍俾條照情嘅咋，你是一種。你真正未曉，見，特別佢唔加當，嗰隻聽。如果第一點你唔加當意，第二點唔知要安怎接頭意嗰度。對，你個意思係冇想，你唔知要做下面物件。哦，你冇講咧，擺，好屌，啊，直接講嚇。好屌，我有一句話好老鳥，一句話 ，Astroglide。哦。我就，but 我同你講第三個禮拜咧，因為 sensation 冇上嘛，所以講是應講。係試過聽過，係試過聽。冇聽，特別冇，伊就是真講古咯，因為伊頭就是冇，伊種嘅 sensitiveness 嗬，甲古仔冇上咯，就是講你去當到伊，你就是飛到真正義理就對啦。你飛到只義理，古仔你講我拍照情咁正咯嗬，因為伊有配包掉嘛，所以古仔你近日掃嘅配，我近日to the right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to the left，一掃佢配嘅，一頭嘅，我都會真正嗨嘅就，但係當我是白嘅就，當我是白，因為我當到伊點先，伊 sensation 冇上嗰就，嚇伊會跳，我第三個禮拜 already 未跳啦，第三個禮拜 already 是就 OK 咧就，就是講我 start get used to 呢啲關係啊，所以你當伊點先，你別拿曬咗個頭一個禮拜安尼講古咧就，未了，特別少是本質上面就。你唔知會安怎做，我唔知會安怎做，好尷尬嚟啦！我真是試嚟尷尬，都唔知安怎對。變咗少，我同你講。哇！成個人用 iPhone 關係了，去俾什麼？嚇！是係咯。你 Android 電話等你是唔知安怎做？一電話等你點先？我唔知會安怎去聽咯。我就是係咯，我同你講咯，我第三禮拜我是真正熱嘅咗，因為我啲直兩禮拜、3禮拜嘅咗，我真正熱嘅咗，真正熱嘅咗，特別一真正熱啊嘛，我個感覺咗。個未曉處理。對，我去掃嘢嗬，我係飛到真熱理咗，一個你飛到真正熱理咗。熱理是成個滴高咯，熱理啊！啊，對，像人做別，像人去做別路啊，唔係做別路，做路要啊，要跳就跳啦，要啊，特別唔是聽嘅感覺啦。伊有淡薄聽，但係伊唔是種嗰啲偏苦嘅聽咗，伊是真正annoying 嘅聽咗，就是講伊。整伊 annoying 嘅聽，所以我哋去掃嘢頭，係咯，英國仲教我講要去買嘅你 Astroglide 啊，貴到要死嘅一罐嘅你 lubricant， loop 嚟嚇 ，loop 嚟，係咯，我用佢 loop 咯，係咯，我講第三禮拜啊，我同你講啊，有時講我舊位嘅 best friend 講咧，你講，哎呀，你開咪好咯，你做點樣數啊？一個人嗬。
我就見嘛，所以我哋數嘅咯，拍照情咯，我哋數，我甲你講1點鐘半啦，我still 是1點半咋，我未出咯，對，我真正 long lasting 嗰種，我未出嗰種，就是講我係 desire，個經歷呀，未食無着勢，食無着勢，血栓未爆炸嗰種，一啲都未爆炸。你食袂着勢，你食無着伊個。對，拉瓦咁樣直啲病啊！我講啦，我係一個禮拜食啲咁講啊，講，係一個禮拜啊，我唔知邊度做㗎，係你我係就 easily 就想到垃圾嘅物件，你頭腦就係對，你未解決掉數，諗下上就少了咯。所以我now啊，我同你講做工嘅時候，我冇哋啲時候都垃圾嘅物件啊，所以老實講咧 ，actually 我是有做工嘅點先啦，我走去就係經會咗，我走去就係我想要可以解決嘅 ，because 我直落禮拜嘅咧，我同你我 now 就做到垃圾物件，我就只咁講嗰度，所以。แล้วผ่าน到頂，但係到頂係隻鋪。環境接壞事。冇啦，根本冇。環境呢個世界。你時候垃圾物件事情嘅話咯，我特別錄啊，錄係直掉攞3禮拜啊，我攞3日本被直掉啊，我講你聽啊，我氣消啊，我頭殼爆炸，我頭殼爆炸。佢種頭殼被爆炸，呢種嘅 level 咯，哇！喺你第3禮拜是第咁講嘅，然後第3禮拜到第3禮拜俾我配節啦，我同你講，我同你講啊，我拍照情，我是拍架轉照咋。我唔係。佢頭一刀出啦，頭一刀出啦，你是講開刀佢啊？頭一刀出。是照嘅咋？我頂我是迄個 sensation 甲我嘅手，伊個頭甲我嘅手無色嗰種，所以伊唔使講我真同意啦，伊應該怎樣 react 伊唔袂曉。特別你幫住 OK 啊啦，前兩禮拜是。幫住頭先 since day one 都 already 冇問題咧，冇問題是咩就？就是講我古仔嘅照呢個是上啲一粒坑嘅人撞出來嘛，所以當今我係照顧入邊度死嘅啫，就是講我有當時是攞做嘅。哦，對，我明白，我們 because OK， 我 because 我會陪本是食蛋嘅，特別我會開。So 我在就是講你會開嘅時，你幫住時，伊會，因為你人家頭殼邊條，伊目睭，伊人家目睭，人家白，伊唔是成個一坑嚟嘛，伊是會長，伊隻較又較長一步，所以你幫嘅時候，伊唔是往時坐 stream 啊，尤其是你正坐住時，伊半路抓住人開起來嚇。對。對面第一時邊啊，很散，我明白。就是我只是做40年嘅人啦，頭一刀幫住就是攞做出來，頭一刀啦，冇被 control 咗，所以迄個冇大問題啦，幫住個啦冇問題就咗啦。你冇見成到你邊啊人，我同你講，我同你講，我同你講，我對厝啦，我幫工，我特別對厝，我係想食物件，我就特別 tonight，我特別被出痟就對了，because 我冇出嘅話，我只係咁講咋，所以我嘛特別對厝慢慢去掃伊，去拍照先，我落4點先，我哋都 imagine 我當見我講，哇！你硬嘅1點鐘半就落好料咋，所以嘛，我係咯。頭一刀出一點聲咧，嗬，是照嚟咗。因為我唔知數，以前 session 冇上啦，我是做嘅伊，哇，真係嗨咧嘛！我特別我頭殼做照咗。特別爽款啊！我條蝦條咗，because 數免驚。古早冇當佢冇數咧，古早啲讀條話咁先啦，因為我古早先生有講過，sperm 跟住是無上所出嚟嘛，對唔對？我咁先頭一個 nervous 係唔驚係咩就？就講嗬，伊是唔是 confuse 佢了？所以白刀是唔是今日出招呢？就是講白刀佢出招，我就慘了。所以我頭先出招嗰陣時候，我就赤腳咗，我頭先點我bằng kick này biết xoan chiếu đặc biệt là sensation是 feel 到上是會出小，特別是出招。是 sensation 少就掉啦，I'm coming shit I'm peeing
Hello，我解釋好你人聽。嚟。你那邊你嘅頭有一個 reflex，OK？真正少嘅大波仔，真正少嘅大波拔一個 reflex。你去每路觀我較濟 urologist 路觀本唔知嘅。你嘅頭，你嘅爛頭，若是真正 sensitive 嘅事。你本是會做一個 reflex，和你嘅那邊嘅 sphincter relax 可以照流出。你做呢個 reflex 是真正當嘅。你大人本會 try 安尼款嘅。你聽我講，你啲 shower 嘅時啊 ，OK？ 你掉你嘅皮到啲，你掉你嘅皮開，和你嘅爛頭出來，呢個頭開 ，OK？แล้วรู้จัวรู้ชาวอ่ะเจเลเจ็ดจิตจักต้องเลย jet โอเคเวทตันรู้เที่ยแล้วลูกปังโจลูกปังโจแล้วลูกเสียงกงลูกโบโจแล้วอ่ะโอเคเสียงกงลูกโบโจแล้วลูกจัวอีเจ็ดที่ลูกเท้าลูกแมนเทนส์ขึ้น嚟ลูกแมนกิ้วขึ้น嚟มันเก่งเดียวลูกโจหอลูกแมนเก่งเดียวลูกโจเสียงกาลูกลูกเตะโจชุดลูก relax เตะลูกโจเสียงกาลูกเตะลูกโจชุดลูกขวาละลูกก็อุโจบ่อีโจเล่าชุดเด้แล้วอีเก่งอีกำกับสิตั้มโปเสียงกา orgasm มัน特別伊追是就是講你追是強啲你抓一隻你會頭啲地面所以你看抓落去啲頭度你抓落去啲頭所以你是成個可以有成個水流掉嘅feeling 呢係你特別做可以水缸較用淡薄較刮看啦看你會大漢下面啦OK 所以做可以較用淡薄較大力淡薄浪掉你會爛頭shit一會好假啦，一隻一混叫。你看到我係靠住笑，你看我等就一點就笑嘅話，就特別你看你爛椒又見冇笑到啲爛椒就好啦。reflex 一掉你 reflex 是啊，你感覺淡薄成個 orgasm 了就流出。所以學校因為係因為伊個爛頭。上 sensitive 上 sensitive 所以 stimulate 時 stimulate 係你 reflex 伊個照流出特別爽啊了下就會講後掉แล้ว呢點先是應該都哋講咯，就哋講 Astroglide 嘅個數咯，你講 Astroglide 真係好咯，所以我哋去internet 去看 blog 咯，看 blog 啊。你被刮皮時，你咪用 Astroglide 本會拍條情，because 你用你皮嚟刮你嘅頭嘛，對，當今你冇皮啊嘛，所以特別家裡冇一直跳嘛，所以係 Astroglide 一個管啊。แล้วเหรอ當今我冇用 Astroglide 嘅點先咧嗬，actually 是我 still 是未拍條情，就已經到當今到 today 啦，所以我點先我自己看就係 blog 咗，呢個 blog 裏邊寫講原來咧。I'm not alone， 真正一人個咯，刮了把皮開拗，頭一個月、第二個月、第三個月不可能是白出小嘅咯。所以我話你咪小，我同佢3禮拜我就會起小嘅時候，3個月我冇可能，我就咁講啊，係咯，我就緊張，我走去陪到啲老倌嗰度，我同老倌講，我只幾個月我拍出情啦，伊白出小，我一直係韓國話。韓國話拍照情就講，低，就是超情，嗱拍咧是黐啦，低切嘅嘛得，就是講我低拍照情點就拍照情點先，都未出，嗱我同你講咧就拍4隻嘅啫，你個就誇咗我講，我哋同你講幾個月裏邊咪做喺面鏡，你有聽嘅，掉命。你冇聽到啊？你未記啊？你估你哋鹹咩啊？冇，你係講我特別，我都冇未 control。對，伊講嗬，我哋講得講啦嘛，一個月裏邊冇可能係呢，有啲人咧，佢等咧是3個月，所以我學你嘅 suggestion 就是，
你等着一個字，龜牛，那是本是白話咧嗬，你家到到嚟吹話。所以講是就伊講是正常嘅，伊講樣關係樣嘅 practice 咧嗬，就是一個字裏邊咧嗬，最好是咪有intercourse 對啦，咪有 sex 嘅物件對啦，一個字裏邊有嘅人是3個字咧，你講 average 呢是一個字，所以佢就講我冇到第3個禮拜咗，所以我聽講，特別我聽講咧，迄一日啦，迄一暝啦，我就真歡喜啊！迄一暝我轉去咧嗬，我甲你講啊，有一項物件就是，我非常有一個唔知有幫助嘅啊。我就是我看垃圾戲嘛，對唔對？我看垃圾戲咧嗬，我有家己嘅 fetish 啦，有類似等嘅先我自家看，有似等嘅先我無自家看嘅，佢就向我無自家看本咗，所以規頭哇咩 finger ring 咧咩 fisting 嘅就我無看啲物件嘅，我是食 traditional 嘅人嚟，我食 conservative 嘅，就是講我冇賣係咪你 group sex 嘅物件啦 orgy， 我覺得未，我是會接受揾。反正咱講 fetish 啊，咱咪講過啊無嚇 fetish。對，係咯，我所講你講有故事嘅就，特別你學我由頭到尾，我就到形容，你識講我拍出成嘅點先，我有看盤嘅，看掉拍本，我揾嚟看啲關係嘅，特別你學我從來唔捌。貴出嘅盤啊，放喺正又好，四嚟字又好啦，頭夠尾看嘅了，我唔捌嘅咋，我skip 叫我愛看咗就，對，咁呢一名是我按你大嘅會聲裏邊咧，頭一刀啦，頭一看嘅了，入超換證，哇！啲等嘅你講，要講。我是講故事嘅，就是講咗咪一 start 你講你講 call me daddy，迄種我無是講講嘅，我是講呢就是你公司，我話舊雞 credit 去啊，你講 credit，因為人成班咧，因正是有一個 love story 啲邊嘅，係咯，就做個了，一會了個了，入出換證，我頭一道看個了就，係咯。邊看邊數邊用 Astroglide 咯，迄時我頭一刀看個了啦，我數到頭一刀轉笑出來，迄一暝，哇！我一出來啊，哇！我就歡喜咗，哇！成日幫人推了，成日幫人推咗，我頭一刀，我嗨咯，因為伊是頭一刀啦，我安尼大漢啊啦，頭一刀是白白物件，第一邊佢咻出來。對，平常啲古仔是頭出嚟嘛，一刀是頭一刀，正是雪咧，一刀射到我3度嗰邊去咯。哎呀，我買記錄又8蚊了咯。你睇下你講到底3度，到底得嘅射，你到底明朝嘅世界去講，你幾別人嘅3度啦。你係笨經佢了做嘅時時記了啊！你靠我名字啊！你免困啲錯卡，你免困啲錯卡。我點掠掉佢哋射了，我就講伊安怎做咧，我掠到射啊嘅，所以佢就名咧嗬，我見佢話寫嘅前期贈一個了咧嗬，我頭一張數都做上啲咩物件啊？頭一個數咧就是見 send message 去學英國中。咁成功啦！我叫做咁八佢，冇掉啲會做你 message 啦。應該都覺得是你知呢，Shabas。迄一日幾後啦，我接落來嘅攞啥嘢？我完全冇去想到垃圾物件。免冇需要啊，就樣。我 last 嗰粒冇㗎啦嘢。你話曬你係 focus on 別物件，冇使 distracted by 你垃圾物啊。係咯，我冇需要去煩惱嗰啲物件，就唔想應該做物件做緊了嘢。哇！就係講嘢啊嘛，講係 function 啫嘛嚇。有第4個禮拜去咧嗬，就真係關事啊！但我講你講，當今小時我關事嘅古仔，就先。有當時啲變成會啊，古仔啊，我啲變成會嘅時候，我用春秋去一套椅，去山外內邊看去刺激伊個，特別 actually 當今啦，因為我無陪啊，
我是比賽，人哋講叫耍嘢，because 我用內邊講叫耍嘢話咧，嗬，伊就會聽。拔掉。伊拔掉伊，古早是白，古早有皮嘛，所以我用內邊耍嘢啦，我會真係壞，會真係，我上擺時後尾半面做啦，我一下呢，我朝全都拍㗎啦，而家一下呢就，我軍事啊嘛，所以當劍我就白咗，當劍我就是當劍咧嗬，大家都拍朝廷咧嗬，成日是踩大陣仗。做廣告，睇大陣仗，我去掂垃圾啊，佢去呀佢撳個燈啊，掉橋會扮 music。有，係啦，我講我驚咪咗，我驚我係垃圾沙，點炸掉河卡？你冇開學算啊？吹河卡，然後就借條。開 pon， 係啦，嘢 astroglide， 係啦 ，tissue paper 都要準備好時，古早咩嘢？古早時超嚟嘅，當然未，當然超閃未掉，所以我哋會用 tissue paper， 係啦，準備好時嘅，啦嗬，我拍出嚟超清楚，一點正嗰度，就咁講嗰度點。哦，對，特別我表講，你 nerve 就冇了呢。你會做อันนี้ nerve endings 冇แล้วนี่ so ท่านน่ะ你會หลังตัวไปโอ้เลยสิ้นเลยรอสิ้นเลย當然個 OK 嘢咯，當然個 OK 嘢。佢軍事啊。แล้วเนี่ยแล้ว我同你講咧，แล้ว我嚟大白隻圖啦，กู曉嗰度，我嚟大白隻圖咧嗬，我กู啲嘅 hotel room 裏邊กู上邊排條程嘛，我一陣我是無閘位 loop 過嚟呢就，我無閘嚟我當見到個軍事咧人嘅表見咯，我小時啊1點鐘幾後咧，我小時拍唔出嚟嗰陣，所以變咗冇辦法咧嗬，我哋情好時 call。佢好時間咧嗬，走去 7-11 俾一棍嚟掠嗰度堆幾磅勁。哇！我覺得會講嘅，把它出面炸掉啦。把它出面嘅。特別把它咩咧？你關時期啊，嗬，你把佢辦咧，嗬，你度嘢，把佢辦咧用超隊啊。哇！咁時候你講講咁 share 就講啊 share 是。公司你會即個經驗咯，因為嗬，即是較濟細漢嘅人做嗰時，一個只係你是真正試就你即經驗啊，你把你個經驗過啊，所以因為你講嘅物件是巴刀啊，你無講起，你有可能袂記嘅啊，你巴刀過咧是你無聽過即集啦嚇，你若是無聽過即集嘅人咧，巴刀是你有可能個基本袂記，講係一種嘅感覺是安怎？是啊。是啊，未記起了。不過老同見到你情，你做工都情博士個嚇。我情到冇喺裏邊講嘅，上嘅。索嘅啊？呢度索嘅，我同你講啦，你去除佢哋 material 啊 ，micro fabrics 嘅，依家變黏都係配。冇，佢哋 blog 裏邊有咗字，我看到台灣嘅 blog 佢哋嚟樣寫啊，伊講嗬。你刮啦，包皮佢後咧，嗬，當劍啦，大人刮啦，唔是見啦，大人刮啦，包皮佢後咧，地好直情硬嘅地殼。你講，是，伊不是硬，把伊 material。特別我同你，我知你講嘅咩？電燈咯，一電燈一做亂路 because 伊頭啲靠伊波。แล้วลูกปักกิ้ง頭頂ปักกิ้งเอกค่ะแอร์คา啦，你白頭啲。你行路啊，我行路，本嚟啷北京人做係是行路。掛了就愛向下卡，你一卡無安尼咪應嘅。你是行路嘅時啊，伊無。我一落來本是北樓卡。有人北樓頂。你都個燈啊？有人北樓頂嘅，有人是安尼北，我有個燈個，北起邊啊，都平正平嘅嗰個人。你唔知咩？對面都平，對面正平嘅人，撞落個咧北京樓下，落個了。你白嚟人咧，等隻白人個，特乜住個下阿劍虎個屌，蕭劍虎。蕭劍虎。白樓頂。嗱，是白樓頂，你講啫，講公司啫。你白樓頂啊！特別你冇怪啊。你接落嚟嗰時本是細漢個大漢時，情的確是你朋友本是白樓頂啊。對，tapi lu 白樓頂是滴還是白多餅加餅？笑，一個就笑的。我滴起啊，OK。
Tapi lu出去行路咧，伊都刷有了。啊。哦，特別你是清地殼時，你是學起來咧，個清佢地殼係嚴嘅。啊，想講。誒，攏看到一個，我介紹你用一個。乜嘢？看到。我看唔到，會叫我用。我 Skype 哎呀 ，Skype 你看唔到呀？但係 Skype 你冇開 video。我開 video 快啲。哦，開個正手淡薄，你 camera。開個正手。啊，冇你選你手嚴掉鐵刀手。佢刀手淡薄嚇。哦，咦，垃圾，你問是白啡。啊，博你啊 ，OK 啊，這是外口邊鹽嘅，然後那邊邊是安尼看你物件嚟。哦，等陣 ，sorry， 等陣，我未看，等陣我開影呢，等陣啊，冇嘅，等陣。嗰時係咪來？等陣冇估我開呢 video，所以就能夠快啲。冇估嗰時係咪來？拍推程用嘅。哦。刮破嘅人較好用。哦。成個係鐵下呢嚇。而這是 inner part 啦，這是那邊邊。我垃圾會上 intense 啊！你看啦，伊有就是個咖喱，細咖喱喺那邊。啊，呢這是外口邊鹽嘅啦。係咪嚟？我係你 Skype 有時個看到都喺特地我邊嚟邊啊！你坑是安尼看啦，你看到啦邊。哦，這是上個用到啲成日你自己唔打去配啊，你係到啲那邊啊。嚇，對咯，自己那邊咯，嚇。你係寫啊？你邊個嚟寫啊？有啦，對太寫啦，冇成個。呀 ，class 做啊，成日實現你三環啊，出來報。哎呦，誒，等我叫我每白人，就是人個咧正英國就 OK 啦，伊關事啊，講你物件，小劍湖你聽你靠女哦，同埋講事。有啦。有，特別我直接好奇問 because you know 伊會刮了安怎？哦，你想過哦？我頂到時冇想過，因為我講我聽我陪本是等嘅，是講我頂到時一個狀講，我一朋友落過你講，你拍出成個節的對零期啊，你陪佢講。有影咩？未啦，係英國點？還沒來 ，sorry。我一個朋友伊是落過啦，唔知伊是創電話還是點啦。伊講，哎呀，免嘅啦，你拍出成較濟啊，你會陪住零期啊。Correct。對啊。Correct 咯。哦，有影又唔是講笑呀。較濟啊，你若是細漢呀，都拍出成嘅事啊，較濟是你會陪真正零了嘅。所以唔使煩惱了，你會零了，你個會貴了個較用清氣。嚇，較用。特別個另外一個 question 就是講，若是你成個 activity 較老無拍安尼濟啊，是伊會按到短哦。會啊。所以你就要拍較濟啊 ，activity schedule 較濟。你敢若拍了啊，你若是特日開伊起來了，洗清氣，伊較白啦。特別你若是有較濟 bacteria 嗰邊，你較濟有成個皮嘅問題，伊會家己按嘅去。我幾耐老人來講嘅話，誒，蝦米時陣頂擺我嘅皮會開嘅，攤下未開了。咁你都無，你若是無插伊，你無開，特日開伊，特日去洗物件甲，伊定就是較按嘅咯。所以我是若是講，share 實際，我唔係，唔要緊嚟，就是share 嘅字嘛，好聽。所以我本是 feel 到我有按，特別你按冇上嘅度，咱冇上嘅 level of honest 嘛，冇上嚇冇上按啊嘛，所以我是安尼講，我會是誒，好聽啊，你頂到是無歡喜嘅事啊。本未開啊，本頭未掉你賠。冇，點解無歡喜點先？我賠人家等嘅嘛。我知特別你賠等你未拖落來咩？伊賠上單啦，伊未掉伊。所以伊你無硬本，你開未掉咩？未開掉嘅。哦，你無硬本未開掉，特別真正硬咯。
啊，一冚住嘅，冚所以出來你應該唔捌看過你頭啦。小姐看小英。是，你幾好啊？我看女哦，我看到我看女。我每次唔驚哈，as mother 哈，你 mother 你度往無掛陪啊，你嘛無甲你洗是甲你頭遐個擼落來咩？有嘅嘛？無咯，無誒，當今是未擼誒，當今 modern 那個有啦。無掛陪嘅囡仔 ，baby 生出來，伊老公會甲你講，你 pediatric 甲你講誒，你驚無掛陪吼，來洗時吼，到伊差唔多到時會吼，你慢擼伊頭出來，你搶水誒。哦 ，baby 頂到無啦，頂到個。足啫，乜會擼了嘅咩？一回就會使擼出來了咩？未擼出嘅，未擼個了，咪擼淡薄，咪擼，而家嚇老公會甲你講誒，個未擼個了，後間唔知是幾歲2歲到3歲啊，is completely 熱先個了，誒好細了，and then 會擼出來了。一頭是掉嚇，頂到是。掉的一黏掉嘅啊。那慢慢擼啊，擼個出來啦嗬，一未，唔知是幾2歲半嘅，甚至係未擼嗬，擼就係教老公講啦。哦。啊，我這邊不帶出台灣咧，講哦，你這無個陪啊，擼以後你都識囡仔就嘅，面皮那時候。哦。啊。maybe 冇啦，嗱係咪馬來西亞冇呢個講？冇㗎。當今嘛學掉嘛，就係咯，所以講成間成大波，若是無個配事咯，會記啊，未使講你特別長聲聲，所以我講到我係我係夜市咧，因為當今本晏個，特別我無夜市我，所以我長夜市特節，長夜市我冇有偷起來洗，我有入無本偷起來洗咯。誒，歡喜嘅事未家己走出來咩？我只等嘅事，所以我就拖。哦 ，OK，我有可能夾後點，我夾後點，有可能差唔多上我諗嘅。我是每時雙胞胎時，我係冇咧眼嘅，我係包。雙胞胎。阿龍叫啊，你叫到多位？叫咩唔叫？你唔是講係叫誰好啊？你叫到啲講嘢 WhatsApp 啊？我都可能叫誰我都看。你叫 WhatsApp 未啊？我考慮就先。誒，假是應該冇嘅。你有幫你面落明咩？呀？你幫你面落啲你小英係咩？冇，都應該唔知嗰時話係嘛？嗱，你是我看 before 掛是後尾 after 掛還是 before after？I 看我呢陣，我連爆掉都唔識補小英個。我就聽喺你回你嘛，我看女啊，白刀看你面嘅係嘛？แล้วก็อุตโบโบกว่าเพยแล้วมกูรู้ไปปอเชียงกันจ้ะก็เพยก็สู้冇咯，阿龍怪。都 advice 係咪 advice 啊？加 advice 啊，經驗啊，你做咩事走呢掛咧？對朋友啦，佢大班嘛。講過了嘛，แล้ว無相咯，當今嘅 modern 啊嘛，甲古早嘛那有相無相啦，都無 advice 係物件，每是家己去學了，家己去聽人講，安尼看到是當今在講伊誒咱地殼 material 較錯誒嘛有咧，有時講當去買好似裝骨面誒啦，較好稱咯，較好用咯，安尼款樣咯。แล้วสิ都白掉咯，ไม่掉豬咯。แล้ว成日講死白超情死你可能唔記得？拍最情拍最情。古早是拍就古早是人叫買得有綠，買得有材料機買 KY。係啦，買菜油啊，嘅菜油白油。冇啦，有沙本啊。哎呦，未試咩沙本？未試了誒。我那啥往時我長嘅時候，我寫嘅時啊，啲沙本配 GQ 嘅古早嘅人就頭嘅時。未了，你 maybe 你會個 fresh 啦。我頭我人掛了。有啦，doctor 有講坎坷就是第2個禮拜咯，佢頭1個禮拜是無事。你冇包嘅啊？你有冇包嘅啊？你冇睇嘅？我包無
無成個阿龍嘅人安尼好了，我是包一間啲迄個刮迄個迄邊位爾誒，刮了一個禮拜就去偷，了線嘛那有線，佫一個加了佫丟過，嘛那有樣誒線，都無樣誒線。哦，了佢就 Q 出來啊！Q 伊出來了，佫來包到堆，了甲3-4日，伊會阮就冚甲了咯，就是講伊莫翕掉，第一重要就是袂使翕掉，所以阮就愛穿安尼沙龍哦。沙龍。了安尼看聽咯，無迄物件啦，拍，阮是唔知啊 ，normal 安款拍嘅咯，無迄。我即係一個 question。嚟，小劍虎。最好無係 stapler 哦。T 嘅線用 T 線唔是用 stapler 啊。當今無是，定針買到 stapler 無 stapler 啦。你當時隻用咧夾定咗 stapler。用針啊！用佢定咗 stapler。劍虎小劍虎你咩咩？哦，我問哦，迄個皮哦，是大陸幫就是解熱照嘛。哈。你 rubber hose， 你 garden hose。你無皮咧是酸狀咯。伊會成個 drip 邊啊其實叫。嚟，學點講啫？你按照 control 你 stream。冇。當佢就成氣咯，當佢。後尾一個 drop 本篤出來咧，就是clear 了，無了誒。如果你成個去邊啊？別，特別唔要緊啊！因為我幫住啦，佢又我用 tissue paper 切嘛。哦，有啲愛翹。特別你翹啫嘛，嘢啊嘛。翹啫，特別翹在冇啦。劍虎都係。古仔翹別用嘅啫，古仔特別按照你按照講特別搖帶配可以做嘅。翹咩呢啲浪教會嘛？喂，古仔咧，你帶啦佢後啦，你still是會掉啲裏邊嘅。哦，但係你若是講你冇經歷配下，伊就會變做啥 balloon 嗰啲你頭你嗰啲你未講別論啊 ，because 伊無講按只字啦，特別伊有淡薄佢掉啲裏邊嘅。但係真正硬咯。Ammonium 少啲裏邊。Ammonium。特別我成個我rasa啦，若是講 because 我幫助攞無相嘅 sensation 就係我幫助嘅事，若是講我用，若是我誒爆皮來做成個你 garden hose 呢嚇，還是無開起來咧幫下，伊嘅感覺是完全無相嘅。無相嘅嚇，你冚掉。If 我會記啦 memory， 伊會感覺到，你會 feel 到伊嘅 temperature。對。但係我試成一隻落啊，試隻落啊，物件先，我只把它落啊，先我是 feel 到咯。一配鹹鹹。那當然冇啦，當然。當然是冇了誒。當時冇是因為嗰邊嘅 nerves 嗰啲冇去啊，是刮去啊，是你會配 expose 一邊做板去。expose 了咯，伊配伊無 filter 掉，無當掉伊urine 了嘛，嚇。個係咪物件冇有小劍虎？咱成看物件咱無經驗過，要知看。龍，我冇啊龍，你龍伊個都剃掉哦，冇個了。冇剃個了，淡薄呢，冇剃個了。哦，冇剃個了啦 ，OK。剃個了，我嘛是有拄過，我古早掛網燈嘅，點先？OK，嚇。哇 ，interesting 哦！我當然淡薄聽啦，我只要淡薄聽，我係卡就女。攞你成個英國講咯，有攞你好咯，有好有無好本咯，安尼看咯。特別你往時無法嘛，即是伊眼無法。嚇，安尼是無法咯。無談事情，無談。成個我係咪就係我覺得我淡眼個等，特別是長益特別長益是我個會偷出來寫就對啦。你若是講你人若是直直寫咯，細漢時間寫啦，大漢時個解長益時間你驚寫，然後你不當咪是袂安尼咯，袂安咯。特別我講，我唔是只大漢啊，我唔是只大漢嘅感覺，就講，原來阿龍你應該會明白嘅這種嘅感覺。你想啊，我怪大漢啊，你話10幾歲是，
12歲、13歲、12歲啊！嗬，我講再講啊，原來我係 retract 我係 foreskin 嘅。對，幾歲？我差唔多12、13歲啊！11、13歲啊！11、13歲，特別我咪是想出來啦，乜個假如那物件，了冇假，了你朋友呢？我個冇朋友個冇 discuss 那物件，我是直接長 A 嘅時候。我是 feel 按照我自己 Q，哎呦，個這物件出來，好像這新的一粒馬古里走出來，你看喏。我本是那個。你本是啊，你自己 explore 掉啊。呀，我 standard four 時我係朋友，借我係邊啊時夾我按照拍手證。哦。伊是還啊。哦。還啊，樣厲害。伊夾我。Standard 4是幾歲啊？11歲啊，唔10歲。你講12歲是6吧？我介少年了。對，所以我係聽是13歲啊，我係記成個事。我嗰時我讀 logo， 我嗰時我讀我住，我都去 KL 時讀咯。然後講 A 嘅時候，然後個你在無相還，你在讀處相，你講 A 都冇去笑嘅嘛。然後讀啲別人嘅在經嘅時候，我就想個 aware of 我講 A 嘅 process， 以前不無相會，shower 無相會。然後講咧時，我 feel 到look 到冇，我 feel 到我想個拖落來，然後拖到只拖嘅時，你再拖個攰咧，伊個頭是咪是啥 glue 然後出來咧，你效果嘅拖出來嘛？所以我講，哎呦，原來有效果都唔知喎。哦，冇是看到迄個冊，按怎伊個，無針嘅，這是你畫嘅啊？嚇頭看老白啊！哦，就是咱媽阿龍講咯，伊講伊個無相，伊想看到是按怎無相嘅人，特別當今有啊嘛，當今嘅 point 有咧有 foreskin 嘅 fetish 咪是有看到咯，阿龍。真少看到個，真少。你看point 嘅咧是 American 嘅嚇。冇啦，我嗰時看日本嘅。日本嘅，但係日本人冇怪啊。我伊人嘅 foreskin 係掉開啊嘛，掉開咧就看看。哦，I see，我明白。OK，我明白你講。所以我本是有人問我係朋友，我就是做愛家人嘅時候，有誒唔捌我間嘅親嘅，伊人講，你刮啊？我講冇，我冇刮。啊。定嘅時，家己掉開出來嚇，冰過來，冰出來。我本未咯，我就被 make an effort。manual。嚇，我就被 manual removal。嚇。because 等配轉。等啦，有人嘅嘢配一隻等，有人嘅配一隻地，看啦，看。你人知無？所謂爛頭誒出油嘅，你知無？出油啊？油配油嘅是掛，唔是掛，是配嘅油。啊。是泵。啊，是泵嚇。嚟啦，你若是看你爛頭，你看。等我做咗你爛頭誒，我就講伊 base 啊。嚇，一底餅。伊 edge 餅。嚇。你看好時啊，你會看到一點。後來是伊個油啊。伊個爛嘅油出來嘅位，所以人若是被叫伊個皮開啊，伊燒掉伊個油啊，伊變做白嘅物件。啊 ，smack 嘛。有真正臭味嘅。真係臭嘅味啊！所以當然係寫掉。因為你看到你就俾大隻，你俾掉個皮開啊，寫可以。你寫時就成日看你掉你皮咧，其實都起 basic 位，就啲你皮接嘅你效果本叫底啊邊長。你看到細姑姑，當然係不帶曉細姑姑，那就是那是講เราไม่拍攝，那是講เรา感覺到，哎呦唔講 number 4過，但係古人都唔知數下，你聽本來學嘅。Actually 我講你聽，我第一件係寫有嘅阿冇人啊，唔捌到伊個皮開寫可以前期啊，特擺啊，真係垃圾嘅，哎呦我計見啊，
你哋幾你是干那要講阿毛人啊，特別有嘅阿毛人啊，真正垃圾。個無特特之些。啊。嚇！你諗你夾低啊？我梗係齋嘅人啊。OK，咱我差唔多要2點鐘啊，咱講個等呢。講個這邊國培講個這邊先啦哈。就講。國培唔驚。哈。我聽過，我看過，你說吉拿國培啊，吼，伊 recovery 無好，伊黏到等於 certain part of the 伊腳頭那邊吼，伊怪去做surgery 過。Second part。adhesions。應該整個伊遐個是伊好，伊拿好，伊配好嘅是伊黏到對伊個頭嘅。黏到對，and then 伊 something like 只刮過啊，我聽過。成個頂到 baby 嘅可能是啦，伊成黏到啲成頂到 baby 嘅事可能。變咗無開去。然後我個時想問你，伊刮嘅時候，我係記我捌看過伊成一個ring，然後然後咧下啲你配嘢咯，個嚟刮下，安怎刮？你有一款嘅method 有本事。你安怎應該當你使解釋佢安怎刮？你甲我講。伊是像個一個 template 嘅，哎呀，伊有名啊，伊有一個名，特別。Cigar cutter 啊？唔是，我是開刀嘅錄管，所以我袂記個名了。有一個，伊是一個 method，你係一個 ring，一個這是囡仔啊，一個 call，in call。大人本嚟用嘅，大人本嚟，伊有蝦米 size 嘅本有，伊是好你，成個你走你家談我嘅時候，你係，但不龍頭，你諗家嚇是，伊好你對了嘢很啊，你款嘅 principle，所以可以怪是較平了較好事咯。哦，特別我 still 冇明白，安怎一怪是怪得落位啊。OK，我準備話好了。嚇 ，OK，because 我要知，因為我想袂到我當今，伊毋是伊上一個 loop 咁樣款嘅嘛，伊會配，所以你特別掛得落位，你掛了個天啊。Hang on。嚇，我看，伊話啦，好人看，咱是特別有 logo 啦 ，in-house doctor。唔是掛環嘅咩？ I mean vertical 嘅咩 ？And then 伊路。落來無解是怪大啊！你想要刮勁招配啊？I thought like maybe like 1 cm 你講嘅刮淡薄嚇呢 ，and then 伊有路嗰時佢哋頭佢哋嘅配嗰啲就係加點啊㗎。啊冇啦，你零叮當都食掉人菜咩？OK，這裡是阿妹刮。掉成一隻人嘅咧，成一隻鬼啊！icon 鬼。哦 ，OK，哦 ，OK， 哦，了，你填尖起來，下邊內坑。哎呦 ，and then 你刮位在填尖起啦。啊，你淨係填起來啦，下邊曉。哦，誒，我未รู้啊，那我recovery 無好嘅，安怎啊？我係本啊，安怎條？有冇成白對對？哦，所以你看 close 你看啲 stitches 咯。你若是無夾，有可能伊人無刮上底，伊有上皮，伊若是有上濟皮呢？佢淡薄。冚香港。香港 base 嘅冚咗淡薄。一款。哦。得你先。安怎都一部白燈誒 ？Because 伊條，伊是這是伊。到這是頭，到這是邊啊，到這是。So it should be. It should be 是安尼款啊。OK，佢隻款就是以前尖嘅，哦呀，應該是安尼款，填了嘅是應該是安尼款，特別
那是伊做无好事，那是伊无刮到嘅，有可能伊皮会掉掉，成个你别想讲。一掉掉就变，所以这就无水了，就是无水了。没关系，特别用嘅 template 刮可以啦。愛演嘅。伊個 surround 嘅。你刮無好勢啊！伊成個後擺你硬了嗬，伊會拖你係只硬個頭，係奇歪落嚟。伊無病，伊若是無病，就行科了。了樣baby 呢細漢，伊是伊嘅 ，because baby 是伊只細漢嘅時，所以配個後未成個了，所以變咗大漢時，變咗伊較對掉伊身軀嘅顯起啦。即是大漢較濟，較是較穩嘅。即是大漢嘅 baby 嘅呢，伊較細呢，伊人無嘅，伊人無天嘅，伊人放互伊家己曉起來，所以刮嘅是伊人嘅呢釣伊了，刮伊了，放互伊嘅皮到轉來。你會明白未？伊釣伊頭先。哦，釣伊拖出來 ，which can you show me hanging up because of the chill？伊釣伊頭先。一得關啦，OK。伊釣伊頭先。釣頭先。แล้ว這裡皮是釣出來這邊了。OK。所以如果是放伊嘅時，這裡皮個到轉。retract 到轉。到轉去啊！所以伊人刮這邊啊，刮這邊。แล้ว伊放伊嘅時，伊拖伊 elastic 到轉。伊放伊嘅時。落去，but baby 無 completely 開嘅唔是啊？你講 baby 無 completely 開？伊釣伊時，แล้ว伊放伊時，伊皮到轉來這邊 ，OK？แล้ว伊放互伊家己，out of frame 曉，伊放互伊家己曉。無你講 baby 無開個了？無 baby 是冚 ，baby 嘅，baby 是冚咯。baby 應該是冚起來嘅 ，OK， 冚起來，แล้ว這裡坑是真係細，當邊伊釣這裡，伊give me 這邊แล้ว釣伊等，แล้วมึงกว่า教伊安尼看，你是講釣伊出，แล้วกาย這邊，แล้ว伊個 bounce back นะ，แล้ว伊到轉去佢伊。รุ่นเอาพอตัวนู้นคิวเป็นไงสิ就開起咯。真係咁麻煩咗佢。一ตัวนู้นOK，我明白。一ตัวนู้นคิวเป็นแล้วแล้วตัวนู้นคิวเป็นไงสิ一放可以家己曉家己 scar 起來。特別唔使講每嘅事，是講你細漢 baby 一歲嘅時候，伊坑有可能較細個，所以你。normally 是 newborn 嘅，伊落個梅露了誒。我明白，那是你買刮，我是講那是你無刮係แล้ว你落個咪是叫你教你細咯，你講伊教一歲嘅咧是伊家開個了起來嘛。我是行，我叫教我囝是細時吼，伊一歲時阮妹妹開淡薄驚呢，或者伊。because 伊胖，伊坑只歲數可能。開嘅點聲你袂講嘅，伊人如果 study 伊長山嘅 population 伊人個明白 because 長山嘅人無去 interfere 伊人無去刮伊人無成個到個集會無開了人去刮伊人無安尼款嘅。伊人單到個你真正老伊人無插嘅 because 較濟人是無類嘅呢。so 伊人 study 即長山嘅 population 時伊人 discovered 開嘅點聲真正有真正按怎講真正 wide variation 嘅5歲到17歲你本是會開嘅。所以你若是12歲呢，唔是白虎啦。你12歲啦是無開，你免煩惱。到17歲本是會開嘅。
哦。了有真有一 factors， 真有一 factors， 一個 factors 是看伊有佚佗無啦。你若是家己自己做，你家己 stretch 伊不是家己開誒。我會記我去看老君時，我老君有看伊片嗰時咯，嚟伊講伊講我看你驚即係伊出病無看紅無，看紅無啊，嚇你，然後就是說我話你，然後我問伊講做咩事，直直愛看伊照咧。你講你愛洗內面，你愛用 warm water 洗，我話你講我唔知點洗啊，即係講你開慢慢輕輕開，有先是未開嘅，但伊慢慢愈大漢咧，伊慢慢會擼落去啊。有時第一呢是學大大老官解釋學馬甲爹講甲伊來見啊，你啲長 X 你特別掉落皮，掉落皮掉落皮，直頭落皮免驚上，掉落皮免驚，掉落皮，แล้ว你就是伊就 stretch 起來伊就開，了解冇問題。你唔是掉拖喺等下，你是拖倒對。我哋sorry，我特別掉。掉開唔是掉冚。pull back 啊。掉伊去後邊。是去邊正。呢啲掉伊去後邊。明白。OK， 感謝啊！即個禮拜特別嘅，叫小金虎個物件包槍咯，物件會唔會啊？冇啦 ，thank you。冇啦嚇 ，OK。不節啊，咱愛講句事個就係個新嘅。個新嘅話題，禮拜咧再見佢啦嚇，了講個變成話嘅老官冇愛困啦，講個老官人講中啦，8點半，人講中啦，了個有未使講啦，個有毛毛菇啦，個有校長嚟教我講伊嘅4禮拜有配變無配經驗，校長感謝啊，校長。OK， 感謝你留我哋暗下禮拜，嗰最咧冇介紹到嚇，你好鳥。OK，下禮拜再見，拜拜。OK，到底YouTube 嘅人咧。YouTube 嘅人咧，你就是到底這邊嘅位等陣 YouTube 嘅人到底這邊嘅位咧是頂一禮拜，episode 咯，但係冇聽到嘅。แล้ว這邊是就 subscribe 而靠 subscribe 嘅時候，要入證你第一證嚟講，我當佢現掉嘅時，你會聽到我嘅看會通知你咯。OK， 拜拜 YouTube 啦，拜拜。喂，喲，冇估。今日阿媽啲英國人嘅事情，笑點先啊！佢嘅。